澳洲雪梨昨有高长咧做礼拜的时阵，一个16岁查甫夜倒冲上台，主教甲牧师拢互拄着伤。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宣布5月15日落任，到后现任的副总理黄顺在接手，历届领导时代已经结束。巴黎奥运搁100天就要起鼓啊！盛会对希腊雅典开始团，用这有120年历史的船，甲盛会团去法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澳洲这站是真无平静，雪梨昨又搁有教堂在做礼拜的时阵，一个16岁查甫夜倒冲上台，这主教甲牧师拢互拄着伤，而且规个恐怖的过程拢去互直播放送出去，民众就真愤慨，将去包围教堂，要求警方爱甲犯人交出来。目前警方是认为讲，这是一站宗教恐怖攻击。主教堂报道，到一半，一个青少年行过去演讲台，忽然间拿刀仔出来，扫落来场面就规个乱起。案发的地点伫雪梨一间教堂，这个查甫人伫做礼拜的时阵，甲主教和信徒拄着伤，伊当阵当在直播，公道的画面透过网络拢传出去。信徒和警察后壁随甲嫌犯压制，拍伫涂骹嫌犯用阿拉伯语讲，伊的身体红侮辱啊！小过居民知影主教红拄着伤了后，超过500个人拢做伙伫教堂外口，讲是要来驾驶嫌犯。伊一大群民众拢真生气，警方只好暂时甲这嫌犯关伫教堂内面，而且加派上百个警力到场来维持秩序。但是一寡失控的人士嘛是和警察来发生冲突，造成2个警察受伤，20台警车损坏。这嫌犯后壁方证实，敢若16岁，警方甲伊的犯行是定调做恐怖攻击，动机是宗教的极端主义。After consideration of all the material, I declared that it was a terrorist incident. We will allege that there is a degree of premeditation on the basis that this person has travelled to that location, which is not near his residential address. 这场攻击是造成包括嫌犯在内至少4个人受伤，其中一个50几岁受害者伤势严重，好在暂时已经脱离危险。雪梨顶礼拜6才发生这大卖场随机攻击的事件，才过3天，还有新职人员互拄着伤。总理艾班尼斯是紧急出面来安打人心。I understand that people are feeling uneasy, and that is understandable, given the atrocity that occurred on Saturday. And then this incident last night. I discussed this with Premier Minns this morning as well. And part of us standing up here is to reassure the public that the authorities are doing their work. 澳洲的情报机构是指出讲，嫌犯应该是家己一个人在行动，嘛搁在调查伊甲其他的共犯。目前暂时无必要提关恐怖威胁的等级。公司新闻新闻梁编译。巴基斯坦甲阿富汗这站拢落大雨，落甲做水灾，至少有70多人罹难，而且其中有28人是去互雷公卡死。串落雨水一直拼落来，巴基斯坦最近几天一直落大雨，造成雨水泛滥，淹掉道路、摧毁房舍，也有人伫田地工作的时，雨雷击着。加拿大上大省份旁遮普省，就传出有21人互雷击死亡。西南部的秘鲁之省有7个人死伫雷击，总计各地有41人伫这波大水中罹难，也有真侪人等待救援。अभी हमारे गांव के हालात ऐसे हैं कि ना कोई राशन है, ना कोई मेडिसिन का कोई जरिया है, ना हॉस्पिटल तक हम लोग जा सकते हैं. बस पैदल अपनी मदद आप लोग जा रहे आ रहे मोटरसाइकिलों पे, ये वो बड़े मुश्किल के सामने हैं हम लोग. 巴基斯坦总理谢巴兹夏利夫召开紧急会议了后表示，已经指示国家灾害管理局施加各项协调合作，为民众提供救援物资。那伫我近的阿富汗这几天，伫全国34个省份中有20个省予大雨侵袭，部分地区甚至引起大水灾。目前已经知影30多人死亡，多数因为厝倒去煞无命，另外也造成真大经济损失。真侪地区伫要收成的麦芽也拢毁了了。 200 وجیره بزمکه په همدې کلي کې دا موږ چې پکې قرار لرو په همدې کلي کې 200 وجیره بزمکه د سیلاب خوراک شوله خړی په واچوله او حاصل چې کوم دی。目前阿富汗甲巴基斯坦气象当局拢发出警告，未来几天有缘是继续落大雨的天气，呼吁民众做好防灾准备。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宣布5月15日落任，到后现任的副总理黄顺在接手。这嘛代表讲新加坡由历届领导时代已经结束啊。
会安尼讲，就是自从这驻地到今，李光耀领导31年，后生李显龙领导19年，这计共64年的时间，李家就领导50年，李家集团管理真严格。不过，这纽约时报就捌讲，这新加坡其实是全世界上界请赢的威权国家。因为讲虽然伊威权，不过执政是注目伫咧经济，毋是军事。而且，因个利用地理位置来发展海运，甲外界往来真密切。加上种种融合英语伫国顶打造国际形象，就互因甲古巴、北韩这款发展军事佮方便的国家行出无共的路。去年宣布要交接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8月正式宣布，将会在5月15退任，甲总理的单位交接予现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顺才。李显龙伫社群媒体讲，领导该层交接是重要的时刻，代表李显龙18年执政正式结束。I accept this responsibility with humility and a deep sense of duty. I pledge to give my all in this undertaking. Every ounce of my energy shall be devoted to the service of our country and our people. 未接班的黄顺才，因为常常用 TikTok 拍影片甲民众互动，互人叫做 TikTok 部长。伊今年51岁，在新冠疫情期间做防疫指挥官，表现正受肯定，成做第4代领导团队的代表性人物。将被退位的李显龙甲伊老爸李光耀同款，在执政期间正关心两岸事务。李显龙捌讲，因为欠缺互信，造成台海局势出现误判，甲意外风险正在咧增加。But the most dangerous flashpoint of all is Taiwan. Enduring enmity and bad relations between them will be very costly for both and will mean big trouble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评论家分析，新加坡会当伫咧短短几60年之间，自经济落后的一个小岛，变做亚洲上富裕的经济体之一。建国总理李光耀功劳上大，李显龙是自2004年接任第2任总理吴祖栋，组成新加坡要到20年。伫这么黄顺才接手了，应该当行一种甲李家无共款的新风格。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辑。美国前总统 Trump 涉嫌为着选举提钱踢人喙，是去向刑事起诉，将正式开审。这是美国头一个去向刑事起诉审理的前总统。Trump 阁当庭批评讲，这是为着阻挡伊参选的政治操作。美国历史上头一个前总统去向刑事起诉的官司，15在美国纽约头一个开庭。77岁的前总统 Trump 向媒体大声控诉讲，这个官司是针对伊的政治迫害。This is an assault on our country, and it's a country that's failing. It's a country that's run by an incompetent man who's very much involved in this case. This is really an attack on a political opponent. That's all it is. So I'm very honored to be here. 15个案件是 Trump 牵连在内4件刑事案之一。伊涉嫌2016年大选的期间，指示律师科恩付予成人片女演员丹尼尔斯13万美金的封口费，来换对方否认两个人不同的关系。因为 Trump 涉嫌把这条封口费列举伫选举的支出来报销，触犯竞选资金法，控指控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罪名。依法伊也面临超过10年的刑期。不过大部分法界人士研判，因为伊过去无刑案的记录，涉案嘛甲暴力威胁无关系，可能面临上当4年的徒刑。不过会当用罚款来取代入监。These are not serious felonies under New York law, if they're even felonies. But even if Trump is convicted in this case, even if he's convicted of a felony, I think it's very unlikely he gets any prison time. 15开庭是选出12个由公正人士组成的陪审团，遐若96个人选内底，有60个人主动表达无法度保持中立来提出。法官宣布，过当天会继续这个庭事，遐若要确认陪审团的名单，按算可能要2礼拜的时间。专案审理恐惊会持续8个礼拜。Trump 为上任到下任一直到今，激发美国两党阵营甲支持者对起的气氛，民众对官司的反应嘛真无共款。You can't have a president that's going to get away with small things like that because then he'll get away with other things.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Trump is not above the law. 15在法院外口出现 Trump 的支持者甲反对的人，双方搁要发生冲突。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今年度上受瞩目的巴黎奥运，搁100天就要起过啊！
今日这盛会嘛，对奥运的起源国家希腊的雅典开始团，预计先伫咧希腊41天。苏瑞真特别的走水路，用这只有120年历史的贝伦号，趟过地中海，甲盛会送去法国。头起先会先驶法国的南部甲西部，苏瑞驶去法国的海外领地，落尾6月中才驶转来法国本土。7月26的时阵，就会伫咧巴黎正式开幕。预计敢若法国就会动用1万人来团盛会，计共经过64个地区。这奥运还未开始，全法国就闹个滚滚。因为这是有史以来头一届奥运伫咧室外开幕，大家当好好期待。奥运盛会按照古早传统，利用太阳光伫雅典卫射点灯，各地希腊展开11天团队，有600名团队者驾火马驶5000公里，经过41个城市，27样3位贝伦船经过地中海前往法国。Because the ship is from 1896, the same age as Olympic Games, so it's gonna impact the world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France, the link between Greece and France, and for the ecologic way of transport about such an event like Olympic Flame. 5月7日到马赛了后，续落来继续有1万名盛会团队者经过64个法国地区，7月26到巴黎开幕会场。那本届开幕甲以往伫大型体育场举行无同，是伫塞纳河停场，对会场点导盛会方式，官方是真保密。Et donc, un cessez-le-feu humanitaire. Mais c'est une situation très différente. On peut être en désaccord avec Israël, oui, parce qu'on l'a préparé, parce qu'on s'est donné les moyens de le faire. Et donc ça en vaut la chandelle. Il n'y a pas de naïveté, aucune. Il y a une très grande lucidité. On partage toutes les informations, les moyens considérables qu'on a mis. Il y a des plans B et même des plans C. 当局为奥运架设的对抗无人机攻击的防护系统，因为国会最近一份报告认为，无法度全面保护巴黎免受攻击，所以又增加。目前这份报告因为内容太过敏感，无公开，系统防护演练也无确定的成效。即马离开幕无到4个月，就为安全真悬。苏迪亚表示，讲真话会互人真火大，因为情况确实无顺，甲官方的讲法其实是颠倒变的。公司新闻吴伟林编译。中国比亚迪的市占率愈来愈悬，电动车的市场变竞争。特斯拉今年第一季的销量是减少8.5%，为着降低成本，宣布全球裁员1成，大概会有14000人无头路。会当自动驾驶系统是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感觉真骄傲的功能。受到真侪车主的介意，也毋过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15下昼发布全公司员工的会中表示，会伫全球范围内裁员10%，大约14000名的员工。自从2020年底以来，特斯拉员工总数差不多成长1倍。2022年先后伫德国甲美国德州设厂。去年宣布墨西哥设厂计划，到去年底，全球员工已经超过14万人。也毋过特斯拉过去也捌几啊摆裁员，2019年裁员7%，2022年也裁员10%。最近受到中国电动车比亚迪的竞争，今年第一季销量落跌8.5%，是新冠疫情以来头一摆看到的。互高层展开公司重组以降低成本。执行长马斯克也真无闲，伫顶日伫德州甲阿根廷总统米雷伊会面，因为阿根廷丰富的矿藏有真侪吸引马斯克的条件。后礼拜马斯克也会去印度，虽然特斯拉高层否认印度设厂的传闻，也毋过印度总理莫迪先公开欢迎外国到印度投资生产电动车。हमने दुनिया को कहा कि भाई भारत बहुत तेजी से ईवी पे जा रहा है, मैन्युफैक्चरिंग करना चाहते वो आना चाहे आइए। इतना ही नहीं, मैं चाहता हूँ हिंदुस्तान में निवेश आना चाहिए, क्योंकि भारत में वो चीज़ें जिसमें भले पैसा किसी का भी लगा हो। 面对美国甲中国电动车市场成长有较慢落来可见，电动车只占印度2023年汽车销量的2%。政府希望伫2030年会当提升到30%。也毋过裁员的利空消息，互特斯拉股价拜一淡薄5.59%，来到161.4甲8美金。专家讲，特斯拉当为黄金时代走向一个真正充满挑战的时代。公司新闻陈伟霆编译。因为气候变迁，全世界是正咧经历第4届大规模的酸雨白化。科学家就警告讲，这种53大面临危机，未来恐惊90%的酸雨拢会无去。
原本美丽海洋生态美景宣布大规模白化，现伫无生命力。最近真侪国家研究机构拢警告，因为气候变迁造成全球海水温度渐渐升悬，世界三大洋的珊瑚生态系真受威胁，当咧经历第4摆大规模白化现象。Now,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mass coral bleaching was documented due to temperature. Marine health, ocean ecosystems are suffering because the oceans are warming at such an alarming rate that it's causing these devastating impacts to tropical marine ecosystems. 珊瑚礁是维持海洋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生态系统，也是真侪国家的观光资源。珊瑚伫面对环境压力的时，共生的糖藻会离开珊瑚体内，进一步造成珊瑚白化。若白化情形严重，珊瑚就会死亡。过去全球珊瑚大规模白化，拢发生伫盛行现象期间。顶一摆是伫2017年结束，时间长3年。美国国家海洋甲大气总署指出，这摆大规模白化，遍及至少53个国家甲地区，可能到当为止发挥上快一摆。Now, bleaching events had occurred in the past, but they were very, very localized. We don't anticipate it's going to last as long as the previous global event. And the reason I say that is because El Nino is forecasted to end here in the next several months. 每一摆全球性大规模珊瑚白化现象，拢比前一摆较严重。这摆是10年来第2摆发生，真侪科学家认为，虽然目前的地表温度只比工业发展前悬1.5度，却已经跨过珊瑚礁生存的关键底线。预计未来全球会有70至90%的珊瑚礁会消失。有非营利组织指出，珊瑚礁消失恐惊危及全球大约8.5亿人的食物也是工作机会，超过1/4的海洋物种会失去生态地，公司新闻两间8亿。咱看边仔这影片，北大西洋这款海翁体型是海翁当中第3大只的，不过已经是真正强要长种啊！全世界剩无350只。自那甲弄着，希望甲甜着，阁有气候变迁，拢是数量一直在减少的原因。在美国马赛诸塞州的索希角湾，研究人员总是一等着北大西洋无鱼领的海翁浮出来，赶紧摕翕相机来记录。这研究人员是定期研究这块水域的浮游生物，进一步来追踪北大西洋无鱼领海翁的生态环境。这种海翁会当到18公尺长，重100吨，是即卖海翁内面第3大的，嘛是目前世界上其中一种特别绝种的饲养动物，存无到350只。Unfortunately, in the past 2 years, their numbers are dwindling, and we are getting births in about 10 to 19 births per year, but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a lot of mortalities as well. 身躯是乌色，头有斑点的大底黄肤色皮景。北大西洋无鱼领的海翁寿命含人类差不多，会当活到上100岁。无鱼领的海翁英文也直接翻作中文，就是正确的海翁。因的名是对掠海翁业来的，因为过去伫掠海翁的人的眼内，无鱼领的海翁都是因正确的掠的对象。因为这种海翁常常出现伫陆地，目睭会当看到的岸边的浅海，而且游水的速度较慢，较好掠。虽然讲即摆掠海翁的行为已经防禁止，但因为北大西洋无鱼领的海翁走位的时阵，会拄到美国海岸以外的船只行的路线，造成因定含船弄着。Well, some of the protections that are out there is the changing of the gear. We're looking at more gear that is ropeless or on-demand systems that helps keep that rope out of the water, and then also vessel speeds, limiting the speeds of vessels during right whale seasons. 北大西洋无鱼领的海翁一工是必须要食900多公斤的物件，但是科学家发现讲，因为气候变迁愈厉害，北大西洋的水域变较温暖，和这种海翁的煮食，这种有真济有壳的动物是变甲愈来愈少，造成北大西洋无鱼领的海翁数量一直降，特别绝种，处境真需要重视。公司新闻江文编译。真侪公司拢有自动贩卖机，互员工休困吃点心。时阵有日本的业者佮推出新功能，只要2个员工同时入卡，就当免费食粮的。这个设计就是望互员工加互动，组织才会更较团结。东京这间大型日用品公司到正道的时阵，自动贩卖机头前开始有一寡员工，2个人一组，摕家己的识别卡做阵感应，就让免费经想要啉的饮料，1人1罐。一共招待30组，这是今年1家才引入的社長請假販売機。もうすごく嬉しいですね。毎日助かってます。仕事へのモチベーションも上がるので、仕事頑張ろうっていう気持ちに。
公司希望趁这个机会，和员工互相交流，利用啉饮料几分钟的时间接触，促进内部的沟通，增加归属感。而即马人口老化正欠人，企业更加重视员工的福利。再加上已经隔离扩大疏离感的时代，社长请假范围机推出到即马4年，有超过400間公司使用。働きやすさっていうところは非常に大事にしてます。会社が皆さんのためにやってますよっていうところは感じていただければな。入ってきてくれた方々がより既存の先輩社員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取りやすいきっかけを作りたいな。4月是日本的毕业季节，真侪新人找头路。拄入来公司的人，即敢若熟悉钢机的菜鸟啊，而且大家拢惊麻烦别人，加减有孤立感。毋是毕业季节应征入来公司的人，感受是更加深。当惊这间行销公司和新员工更加侪免费的飲料配合，互因實在更加侪人。今日無限カード持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どなたか P 行きませんか？いいですか？行きましょう。像石川，伊就靠着无限饮料卡，甲真侪无机会讲话同事有第一遍交谈的机会，慢慢打破身份的碍忧。经过调查，引入这种范围机的公司，员工伫咧使用时阵，平均会甲边仔同事讲3分钟左右。专家讲，这种简单的交谈对人际关系、业务的顺利运作拢有帮助。目前，抑有其他的产业也引入这种范围机，这就是便宜，抑有建商和公务大楼的新大户加厝边，会让更加熟悉。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